二十个，125。啊咯，呀，迄个尾啊算来第二逝，迄个石石岛，石岛我袂记哩是啥物意思祝啊？祷就是祝祷，哦祝福祈哦祷啦。我来看，敢找有即个词无？诶石岛，诶，嗯，祝福祈祷哦，闭会就岛，是结束嘛吼。哦，好好了解。我记一个哦，石好好，福祈祷，哦，找着啊，好好。我袂记电话敢有读到遮，后来有有有议有，论，咱家姊爷已经读煞，姊爷读几若煞。项的事就请吉威廉牧师祝祷避讳刷三角翕相做纪念吼。是，好，好，今仔日读126页吼。好来，好。等一下，我来记一个。这边怎读啊？哎呀，也是即个数字的部分拢先人过去。看一下还是个尼哥，好好好，就像哦，咧听人讲尼哥，尼哥，哥，尼哥就二哥，是尼哥，二哥是啥物？毋知汉你安怎写哈？尼嘿，哥就是年嘿，份哈，你若要华语，哦啊，为什么讲迄个哥？所以爱查一个尼哥，二哥，哦，可能毋是这个人，毋是这个应该是这个，二哥，但是衣柜，伊写这个。拍摄，写即个，我感觉即个迄汉字，系啊，怪怪吼，我感觉是嗯，即字啦。我听起来，我感觉应该是安尼。嘿，哦，迄个哥。讲今年根庚即字，哥，哦，迄个根，诶哦，嗯，但是即啊，毋字过迄个汉字的即字汉字有知影即个是啥物？读法度，我嘿，毋知，查看觅啊。哦，金，庚甲金所以无啦吼，所以这是嘿，我所想的啦吼，无一定是安尼用法吼。好好，但是意思就是安尼啦，意思就是即个。诶，嘿，有一个年代安尼，即个诶，嘿，当咱讲哦，迄个，看着，要安怎讲？我看觅啊，嗯直接嗯，直接用即个汉字来查看讲查会着诶。嗯，出世诶年嘛，叫做庚嘛，就是哦，是金，是所以金，讲年糕就是我着想到即字啦，但是应该毋是吼，就是拄则伊，但你大嗯，书体用迄字，好，无迄字吼。嗯好，搁转来遮，查对，嗯，这个几起一堆。哦，所以你哥吼，就是对一好，年吼，倒一年，好，这个这是教会诶，教会进步哦，教会进步，你哥这是受洗礼诶，受洗礼诶人数啦，人囝啦吼，新诶哦，是，好，五人，受水咧，好，嗯新诶五人啊，所以这是五嘿，个拢是查甫诶款，新的五人，嗯，因为有人，好，写了后边所以嘿，五是，五个人，哦，嗯有记，嘿。好，查甫偌济人，查甫偌济人安尼，新诶人偌济，嘿啊，查甫诶偌济，查某诶偌济，安尼啦吼，27加20加起来都47所以嘿，是，这总共1728，嘿嘿，
嘿嘿，话说到迄年开始都无分男女啊，83年已经过4年后，就人嘿，家就做啊吼。嘿啊嘿啊，嗯，哇，拢超但是拢过几若千，嘿，照你这种进步的话，应该愈来愈嗯，进步啊，那会停遮拢一千安尼尔。哦，好，嗯，咱继续看，好，冷台时嗯，日半山哦，来，西式，嘿，西诶，式哦，西式就是死去的人吼，对，西式啊，什么意思？搬线，哦，搬线共735人，搬线是搬厝的迄个意思吼，搬敢是，195嘛吼，啊，所以这是迄当就是嗯，动乱嘛，哦，所是是是。以才讲冷台死一寡人啊，是是搬线哦，搬线了解。嘿，共700，但是嗯，搬线什么意思啊？这含我兄我拄则领水的，敢是搬厝，唔知啊，敢是这含你有领水的，就是教会的人口都失去一寡人，敢是啊，这个意思。唔知啊。嘿我来查迄个搬线，死是搬搬线735人，安尼对啦，就是哦，嘿，死去了后，有的死去，有的找不着人嘛。哦，嗯，所以讲这个搬线是 missing 的意思，失踪，敢是？可能是啦，哦，了解了解，735人找不着啦。好，是是，嗯，好，啊，过来就搁继续啊，总共偌济人，总共有几人吼？是，这是啊，听到遮偌济人吼。哦，是。哦，过来这是127夜，这是礼拜堂，礼拜堂，嗯，应该是讲设礼拜堂啦，互你以后。是，系啊，有几若间安尼，好，年糕啊，某一年几间，某一年几间啊，本来后一间、三间、6间、8间，到啊30几间，哦，50几间、是是是，60几间安尼。嘿，哦，过来是现金，现金，现金是啥哦，物？这个记录真实在，真 detail，一般教会吼，教会嘿，是一个接重历史的组织。嘿，你为什么？因为嗯，对圣经就嘿，看出来，你若去现圣经吼，旧约吼，嘿，开始讲啊，嘿，对什么人传什么人后辈传什么，过来什么囝有无？一个交代落。嘿，是，这是旧约圣经的写法嘛？你是看一开始出，哦，对对，啊，歹势嘿，个新约啦，新约的，你看新约安尼写吼。嘿，啊，嘿，旧约本身就是历史书吼，历史嘿，志啊。是，旧约本嘿，身你头前前5本书，什么创世纪吼，就嘿，对迄亚当的故事，亚当夏娃的故事讲到开始嘿，讲到什么迄个什么拿阿就诺亚方舟拿阿嘿，啊是，讲到后来讲即个阿伯拉罕。嘿，哦，阿阿伯拉伯拉罕，是罕啊，是。约瑟的故事，讲你嘛捌听过约瑟吼，啊，有些我有听过，有对不对？诶，系啊，有啊，所以拢故事，其实叫做故事埃之及嘿，内底啦。啊，但是实际上伊是历是史之，直直交代，哦，直直交代安尼。哦，交代到是迄什么什么嘿，摩西吼啊，带因出埃及。嘿是哦，出埃及。出埃本来是约瑟甲因即寡人，甲因的约瑟去带去埃及哈，走去埃吼，及啦，走去埃及。因嘿是开始故事敢若一个家庭啊，约瑟是走去即个埃及了后，伊的子孙啊拖出来，拢做伊的后裔拢做即个奴隶嘛，奴隶啦，歹势奴隶。啊，奴隶到尾就逃走，所以摩西带因规定的即个约瑟的子孙啊，就离开即个埃及吼，啊，所以出嘿嘿，啊，但是伫咧旷野当中行七十几年的法，40几年还是我袂记啊40几年的法。就是嘿因为这是上帝啦，所以上帝就讲，意思就是你看袂到摩西，嘿我袂互你看会到迄嘿个我应允你的所在，你无法度享受得到。所以摩西其实是无入去迄个
英文的所在。哦，敢若好好，看，啊，就过身啊，就死啊，吼。哦，是好，后来嘿，后一代子孙仔就入去，就是后来迄故事佫继续讲，像什么大笔啦，吼，有诶大笔大胃王吼，故事当然是哦，真是，精彩吼，嘿，一直讲诶，啊，所以你看。后来迄个新约圣经，比如讲迄个耶稣基督，伊要讲伊的身世的时阵，就开始对即个亚当开始讲啊，伊是什么人代笔的，什么过来甲什么人的子孙啊，所以伊等于就是整个即个历嘿，史拢交代落来安尼吼。哦，是啊，所以你是是，看嘿，嗯，教会对历史足重视的，吼，因所有每一个教会拢有记录落来，吼，记录讲啊，我伫遮设计教会，拢有教会史就对啦，吼。啊，你看即本吼，即个咱即满咧读的即个，然后嘿，北是，部长老教会史，南部长老教会史。啊，嘿，我捌听讲，我袂记我听倒位讲着，讲日嗯，讲英国伫嘿，咧即个中世纪的时阵，根本吼嘿，都无历嘿，史，因为足哦，足乱的吼，足黑暗的，就是拢互迄个迄个野蛮民族规个嗯，统治去。野蛮民族对历史啥伊无毋捌字啊，所以根本嘿啊，伊嘛无文字，对。嘿啊，伊的文字拢是有迄个教会保存的，对啊，我就是人嘿，讲迄个，嘿，你若要看迄当阵的英国史，你就爱去看教会史，就是你爱看英嘿，国教是会史就对。敢若伊迄本英国教是，会史当做英国史来读，但是嘿，对，实际上就是你若看迄部英教会史，等于嘛是等迄当阵的英国整个社会甲整个即个环嘿，境变化拢看得出来安尼吼。嘿，啊，所以我拄则是是，在讲，咱有机会咱来读即个教会公布，对第一季开始读起嘿，啊，所以咱会当是，对待。好，让明白的就深的吼。好好，是，啊，嗯嗯，当然咱对先对教会史开始读起啦吼。咱读教会史都已经足趣味啊，就内底哈哈，足趣味的所好，有内容吼。嘿，这个现金拄则想要知啊，要知，好，我相信就是，哦，我相信嗯现金就是嗯。人迄个算嘿，人管的钱，管的嘿，钱嘿诶，对。敢若进前台时阵都有读到现金即个，哦，对对对，敢若是刚刚字也是你咧讲我书，嘿啊，对对对有读过啊，对，嘿，对对对，你讲我先对。所以讲对即个书有印象，诶，对。敢是讲印象还是印象，嘿嘿印象的话，等下我来嘿，有查看咧，印象是，我无啥会记。金嗯，哦，伊是无汉字是安尼写的，无多理解哦。OK，即嘛叫做啥？受到日语影响，有人讲叫做啥？嘿，假虎啦，哦，假虎，了解，假虎，你知无？嗯，嘿有，敢若嘛有听过，嘛有查过款，呀，哦，假虎，或者是壁虎吼，假虎，嗯，呀，好，相款啊，同款意思嗯，哦。嘿，啊，拄则讲迄个印象，嗯，毋知查有无？是毋是汉字都毋知。哈哈，嗯，我咧有可能家己底应该是查无。嗯，印象遐应该是较现代华语英雄嗯英，image，雄英雄，嗯，无嘛。嗯，系啊，是较我现代2000年以后才有诶书。看一下这台语安怎印象，印嗯，象。英雄，嗯你若用即字，嗯，其实是雄，无嗯，像的音啦。我咧用哦，会吗？英雄，
敢若第7条尔。就是因为就是嗯，熊，熊哦，对对对，所以那他印嗯，象应该就是大概就华华语影响。熊哈。嗯嗯好，咱要嗯转来，咱要读一下好，现嗯金，我嗯，看嘛，一班，诶，对对，13513，哦，嗯，这这这算这个东方的这种迄个数字的这个导点的票啦吼。哦，原来所以讲这个票法敢是日本传来的影响，就嗯，是毋是袂当安尼讲，不是？应该安尼讲，哦，你想看觅吼，为什嗯，么英语还是讲嘿，西方社嗯，会就是飘伫这个千，因为伊是 伊是 thousand thousand，嘿啊，million，嘿，是伊是千位的，就三个以三千为啊，单位的，嘿，安尼跳法咧嘿，，thousand 嘿，million，所以你飘伫遮就知影，我头是，先读是 thousand，飘第二个我知影头前是 million 吼，啊个飘嘿啊，迄个头前个就是敢若是 billion 嘛。是，所以就是 哦，thousand million billion，但是嗯，伫个东方社会毋是安尼，东方社会是啥？是四个，以万为哦，单位，是是，千，歹势嘿，是万，嘿，是，过来是诶万，过来是只亿，嘿，嘿，所以就是是，万亿安尼你啦，所嘿，以嘿，照你是安尼飘较方便读啦，对嘿，对东是，对方来讲是，东方来讲，我就哦，知影我一万哦，三千原来是，五百十三，嘿，嘿。啊，即马应该已经无人咧安尼飘，即马敢若现代人拢是照西方安尼写法，还没看人安尼飘，但是安尼飘我认为就呀，不太对啦，因为一就是看咱都较惯势，较符合咱的惯势，咱嗯，讲数字的迄个对对惯势，对对对，其实系啊，吼，你若系啊，飘这种飘法吼，我有时啊会要安怎讲，除非你用英语读，无其实有时啊你会硬者，毋知要安怎，毋知迄个啊系啊，到底是偌济。系啊，OK，好，讲现金啦吼，一万外箍，你本来一开是1887年差不多1000箍，到尾已经到1922年几万箍啊吼。嗯，好，过嘿，来1923年拜堂52位，好，等一这下，我咧记迄个数字的飘法，好，即嘛真正我好，记好啊，较罕咧嘿啊，听人讲年糕吼，有人年糕丸，之前拢毋捌听我过，嘿啊，较早嘿。迄个听阮，可能阮母还是啥物人讲啊，今年什么年糕安尼？诶，有即个讲法，今年什么年糕？对，因为毋知影哦，嘛是民国几年啊？我美国几年啊？对，嘿啦，是今年什么什么年年糕啊？糕啊？嗯，嗯，对，会安尼是。问，若是我是讲，若是讲着是什么年糕，即个古早的读法，即个古早的讲法，就会想讲啊，即摆是倒一个嫁猪年，安尼，哦，对，就会嘿嘿，相款啊，嘛相款，款的嘿，意思就是，到对今年是记年是记伫对一年就对了。哦，嘿，嗯，好，来拜堂52位吼，所以这些拜堂52位，好，应该是这52个拜堂所以哦，好。所啊，以讲伊袂讲是52间拜堂，是讲是52个所呃，在安尼。我毋知呢，嗯，我认为讲经嘛，无啥毋对啊，嘿，好，正边正手边迄个是啥物？下手边是，传教书，这应该是传啥毋对，应教书该是团应该呐是有一个 O 吼，传教书才对。，THOAN 哈，应该是安尼个，传教好，士48个，嘿，好，了解。但是后壁嘛是52啊，啥物意思？嗯啊，好，咱来好，个读过啦吼，好，好，好，艋舺，芒
芒哎，芒啊，芒嘎伊安尼写我就芒嘎，袂读，芒嘿，嘎，诶，应该是芒嘎啦吼，芒嘎芒还是嘎，诶，所以讲咱不管是台，敢是本调第是第二二声，调，第二是芒然后对变调变做第一对对，调，对我叫我我芒嘎，变调是这个芒嘿，嘎，芒嘎，嗯好，所以拄则讲雄雄想袂起是虾米音，好，芒嗯，嘎，芒嘎，陈嗯，清义甲陈嘿，来成，单青衣单来行，哦，好，那是邦嗯，桥，邦桥，邦桥知啦吼，嘿，嘿，了诶，解，气，诶，歹势这是什么字？气春七哟，你是春，是啊，啥我系啊，做看起来是的春星，敢是七春仙吼，春星？嘿，气诶，气七是虾气，米款的星哈？七，唔知呢，气是嘿啊，什么写？七，对对是，嗯，气是知啦，气唔知，来啊，查看卖，我们嘿，而且进前无讲到七春星这个人，敢若有李春星这个人，哦，你讲你嘿啊，记，我拢袂记啊，我刚才知影有春生啦，有讲到一个春生，虾米因为春星？嘿，后来嘿，伫网络顶有捌一个，毋是捌啦，就是有看嘿，另外一个牧师，嘿，嘿，叫做啥物春生，我嘛袂记，但是即嘛现嘿，嘿，啦，我哦，嘿我好好好，对伊嘿，较早我会用 Google 迄个，哇，连名都袂记啊，Google 因较早有一个，若敢若 Facebook 安尼即种的，迄种哦。哦，我知影，你讲的敢是 Google Plus，也是 啊 G Google Plus Plus 迄款的，我嘿，较早用 Google Plus 是，有顶头捌一个牧师伫台北，一个叫做哦，春生，是是是，我袂记啊，嘿，嘿啊，气。嘿啊，我就进前敢知影李春生尔，就是这本册进前有出现的，迄个传教士是李春生，呃，嘿，气可能是嘛是一个名毋足有名对气，的人，感觉气嘿啊，应该是嘿啊，毋捌听过试这个诗无即吼，个是气，可能是气啦，哦，气哦，是气你知无？徐嘛，嘿，对齐对对对对，存心，嘿，我咧用应该是即个气啊，吼，嗯，好，啊你若变调嘛，就头说气存生啦吼，齐，嘿，齐存心，嘿，好，哦，过来第三新店，心点，嗯，诶，嘿，过水灵，叶水灵，嘿，这应该是就是即嘛较侪人较嘿，侪过吼喂，嘿是，，OK，第四嘿，是目沙。目沙，嘿，诶，这是北部，所以是北部的目嘿，沙。是目沙，嘿，诶，等一下，你讲北部的目沙，你敢是讲别的所在嘛有目沙？哦对啊，嘿，南部，哦，是哦，啊嘿，哦，原来南部的目沙伫倒位哈？伫高雄县那是台南县伫山内底。哦，是哦，哇，诶进前我拢毋捌，我敢知影，敢若知影台北的目沙尔。诶，我嘛是毋知吼，我嘛是后来才知影哦吼。啊，即哦，个好，南部即嘿，个目沙当然伫教会科仔内底嘿，是最有名啦，因为哦，嗯，即个目沙是毋是最有名啦，就是南部教会科仔逐个会知影即个所在，哦，因为好，因嗯，较早传教的时阵，是高雄啊是台南我袂记啊吼，哦，高雄啦，雷门，哦，伫高雄，好，诶，了解，然后哦，算高雄县嘛，啊，即嘛叫高雄市啊吼，还是我嘿，世界市啊，哦，原来伫遐目诶，沙，啊，但是好好好，也对即边入去哦，即只袂当过吼，雷门。会阁有一个内湖，嘿诶嘿，啊，好，即个目屎是因为为虾米？因为迄当阵吼，咱以后读南部小教会、长老教会历史时就会讲着，迄当阵伫个即个
因这台南高雄这只传教吼，就无顺利，拢教案嘛。教案你知吼，就是拢免哪讲，民众拢来嘿，交了这个教会来来来来踢馆就对啦，来甲因交了，甚至要嗯，要抬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因迄当伫这只伫汉林当中宣教，就无顺利的。哦，啊，因好好，后来才发现讲，山区的这边较挖山的这边吼，迄寡嘿，当然是原住民，就是平埔啦吼。嘿，较早是嘿，平埔，当然因拢刷来即嘛，刷来伫山啦，即只。嘿嘿，因就愿意接受的吼，哦，嗯，所以因就足侪人到尾宣教拢对即只宣教传教传入来。所以你即马去看即只嘛，足侪迄个教堂啊，但是嗯，因拢讲台语哦。你看因拢去做哦，拢敢若好好，烦啊，歹势人讲烦，哦，伊做就烦那嘿嘿，面，但是因拢讲台语。哦，啊，原来是安尼，拢信教的，因若无咧，哦，嘿，拢无咧迎香的，拢信即个信教的安尼。啊，哦，因拄着即寡来宣教的即寡，什么甘嘿，美林吼嘿嘿，阿克勒啥，我嘿，袂记迄当阵啥物人吼，即寡阿督传教士，啊，足亲切的，因就讲足亲切的。为什么？因讲哦，阮较嘿嘿，早阮祖先吼，阮祖公祖妈都交代讲，算你是阮的兄弟啊，对啦。哦，好好你好，袂嘿，歹，嘿，因为迄个印象，对荷兰时代迄个印象有留落来，哦，所以因就好好好，对即寡宣嗯，教士就亲切安尼。哦，嗯，原来是安尼，所以我第一道听来讲，南部有一个目屎，是因为较早我伫咧教会熟悉一个教会的朋友，伊讲伊嘿，迄搭伊是新学期毕业的吼。伊讲迄当嘿，查某囡仔先学毕业读音乐系，毕业了后，就派去即只派来即嗯只服务就对啦。嗯，伊迄当阵派去是甲讲，你去目屎，伊就想哦，走去台北去台南，伊是嘿呀嘿呀，伊是台中人啊。所以即个目屎毋是迄个目屎，伊就是讲爱去台北，结果是去南嘿呀嘿呀，部的目屎，伊说知影讲南部也有目原来是屎。安尼，好好，所以我当时我嘛是当时原来讲是安尼，哦，讲故事，我才讲南部这目屎。有即个印象嘿，后来嘿嘿，当然我拄则甲你讲，迄是我后来甲你看字才知影讲，原来这个目屎好，是，即个目屎，嘿，是敢若这个目屎这几片吼，雷门嘿，目屎这只，搁较入去这只，这嘛煞袂记名，叫这只名煞袂记啊。这只，诶，山林区，六姑这只嗯，啦。六句，哦，嗯，好好好，但是嗯我无确定这边是毋是原来有平埔啊？这边嗯，我是确定啊，内蒙目沙这边我都无遐确定啊。吼。哦，好好，嗯，好，诶，那讲到这啦，目沙，我讲来甲你到目屎，哦哦，拄则读着第二名，目沙，总之这是北部的目沙啦吼。啊，这个是啥？湖嗯，枪湖枪，湖枪湖涌，是是湖名枪。湖涌，嗯，嗯，好，过来是大潮亭。大稻埕，嗯，嗯过鱼市。过鱼城，嗯，新增金针，林清内。林清嘞，林 IM 嗯，林。叫林哈林清嘞，嗯，嗯第七是嗯，水灯是卡水做记的灯卡，是字嘿是字啦。嘿嘿嗯，是水灯卡，嘿叶金木叶金木，嗯，暖暖。暖暖，嗯，李俊德李俊德对诶，啊。李准德，好，这个暖暖这个地名到底是安怎来啊？是毋是原住民的叫？暖，嘿呀，一种叫法。会使查一个，嘿，嗯，暖暖，嗯，而且应该是安来尼。看迄个地名的由来。哦，伊的确是迄个北部的迄个会叫乱叫拉拉虾，哦我想呢，哦。嘿，
乱乱，伊讲是凯达格兰族。嗯哦，嗯，好，应该就是一个边部族。哦，嗯哦，嗯，好，明白，继续。嗯，第九，这应该是金，开始，不要紧，嘿，嘿金嘿，金斑鲤，我金斑鲤，应该是拍唔对，应该是金巴利吧？金巴利，来来查一个，就是这么巴利啊，系啊，嗯，也是金包利，金哦，包利是金巴利，哦那里的，嘿，是金那里的金山，哦，OK，诶，是叫做金山，也是金山，应该是金山吼，我唔知，金山，嗨，大地人好，都知影，好我先来记嗯，一个，金山区啦，哈，我山区，飘应好，该是金山啦，哈，是，哎呀，感觉金包利较符合，嗯嗯，哦，金包利，嗯，嘿，是，哦，好，那个金包利嗯啊，这应该是台北嗯，嘿，啉水柳吼，啉水柳，啉水柳，嗯，好，原来是淡水淡水。中天机，中天机，诶嗯嗯，八离婚哦，八离婚才是八啦，离婚，还诶是八离婚是八离婚八离吼，是八离，嘿，嘿，是八离倒婚，嘿，倒开日的款啊，倒开日，倒开立，嘿，嗯，诶，倒倒是诶倒这个是伊的汉卓字是安怎的？卓哈，卓，卓，嗯，哦，对对对对，哦，卓越迄个卓，想起来啊，呵呵呵，了解了解，倒，了嘿，解，哦，原嘿，来是这个字，呵，嘿，了解了解，嗯，过来十二吼，三角好，影，三角。三角影就是即嘛三角，是三角，嘿，哦，嘿，计阿星。嘅阿星，啊，歹，诶，阿晶啦，我阿晶，诶，对吼，一看起来就像 S，阿阿晶晶嘿，是嘅阿晶，好，三角形吼，过来是好，大酷汉，大颗汉过会记无？汉，即么叫刚才静静有看到，静静啊，即卖诶，什么坎？大，即么叫大溪啦，大溪啦，大西哦，大嗯亏，好，嘿，等一下大哦，大酷汉，大颗吼，大颗汉，嘿，大什么大科哦，对坎，对对，大哦，颗坎字是你想啦，蓝玉汉，哦，蓝玉汉，嘿，听起来是。可能是我是阿多啊，是我十四，外国人，是嘿，零碳比。零碳 B 我相信就是即嘛用碳嘛，吼，哦，嗯，好，因为白话音是零碳嘛，结果即嘛读做嘿，零碳，零碳即嘿，嘛写个一个 B 就大诶，吼，哦，零碳 B 哦，对吼，嗯，中立零碳，诶，所以即马迄个地名，迄个所在是读做龙潭，毋是读做零碳。其实我嘛毋知影在地人安怎读啊，我拢系啊，读做零碳，系啊，但是因为就是用这因为这两个音拢有啊，嘿，甲即嘛迄个 B 个低诶，哦嘿，拢伫这个遐吼，龙哦。潭大师个你若有去龙潭，哦，你就是是是，看着，所以好好好，龙潭 B 就是一个 B 伫遮啊对啊，好吼，好了解。嗯，嗯，这足大诶吼，你若。嘿，
当然和美国袂比啊，但是你若嘿，你若伫台湾，这算已经是一个大算较大哦，是，一个嘿啊，大湖啊一吼。个对，嘿，是，这边佫有啦，这条桥炸掉。哦，嗯，我感觉对于哎呀，看起来是一个观光区，嗯嗯，外地足大就对啦。我去，我就哦，叫是是，我去哦，这一个比较大呢吼。嘿嘿，袂歹，就是对，所以嘿，灵潭比我相信就是遐无对吼。中阿妹，中阿母，这是妹啊歹嗯，啊，还是我实在看的阿妹啦，看起来嘿啊，嘿啊，看起来是美无毋对，嘿，还是妹字是对是汉字我都毋知，妹字就对。诶，好，是，好，我看嗯妹嗯，妹字就是读做妹无毋对啦，但是佫有其他我毋知。嘿，毋知还有白汉字无？妹哦，嗯，可能是一个歹的意思，我嘛哦，毋知。这个这个字 啊歹啊，做人名袂，毋是介好。嗯，系叫啊，妹吼。嘿，过来15贵嘿，人哦，贵人知啊。贵人，系啊，贵人，啊，若是像英语或也是华语有讲一个所在，迄个安怎讲，就淡落落迄个 humid 的，但英语会讲一个所在就 humid，哎，要安怎，台语要安怎讲？就是就湿，系啊，就是你过人的感觉，就是迄个所在就湿，就是哎就算讲是无咧落雨，哎毋过迄个空气的感觉嘛是就湿气，啊，就所以听你重的就无，啊，系啊，其实是就算是无咧落雨啊，感觉是就湿啊，嗯，就要怎就讲，就是又就是啊咧，翕热迄个感觉，哎哎，翕热因就是啊，所以就嘿啊。就是啊呢，嘿，翕热系啊，所以讲，即个人就是，是规身躯拢，毋是介舒适，毋是介啊舒适。哦，你就系啊，热啊，系啊，就台去热啊，台台北就是讲到台北已经真热啊，已嗯经真热啊，嗯，啊，加贵人嘛是啊，真正是，嘛有因为可能是顶礼拜迄天是特别热。我个会记我规人来同创的讲，诶，伊讲规人真正定咧落雨，伊讲系啊系啊，的规人真确是安尼。正定咧落雨，呀，你若是看规人迄个，要来讲建筑，嘛是会嘿使看会出，拢迄个湿气就重，就哦真侪建筑拢啊发霉迄款的哦，感觉。发霉毋知影第一要安怎讲？啊，就 嘿，嘿，花梅台语就是生菇，啊，无就是臭高腐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西沟草铺的建筑，嗯嗯，嘿，呵啊，呵呵，但是你嘿，若就是厝边嘿，仔讲，我都无啥会记啊。厝若嘿啊，是厝，嘿啊。嘿我无我袂记啊，若啊，讲。系啊，所以讲迄天我就特别思念美国，啊，迄年较出大事诶。打扫的天气，系啊系啊，打扫，毋过系啊，就讲系，毋过啊，而且住伫还凉台湾就是凉安尼，系，空气系啊拢凉凉系啊，就的。欣赏，就欣赏诶，诶，系啊，想起寒天诶落雪，我感觉哦，足好诶，然后进前因为加拿大迄边，嘿也好咧烧吼，嘿嘿，哦有哦，啊，所以阮这边嘿空气足歹。嘿，哦，是我讲我坐原来加拿边，大遐有也好，敢是近几你看空气位也是，偌差的。这是我咧哦，上，我嘿，伫我即嘛，我即嘛，哇，迄个你用的 monitor 真好呢，嘿，这是，就大个有 curve，嘿，是啊，啊这外口这是嘿，透中岛哦，外口，哦是哦，哦，嘿啊，有看会出是雾霾霾迄款的 对啊对 mist 对对，感觉，足严重，我是迄个 New Jersey 纽约，这几十哦年来空气上歹的一片。哦，啊，叫敢有所以讲你迄个当中敢有发布warning 也是啥物的有啊，逐工警告，嘿。你头前差不多连续差不多3工啦，即只较严重的是三哦，工。迄是啥物时阵的代志啊？敢是顶礼拜，也嗯，是
顶一两几可能若可能过2礼拜前，哦，原来是安尼。是差为不多你去因无为加进前面拿大到你迄个所在，迄是最严重诶，因为加拿大足严嘿啊，重诶。但是恁我毋知倒遐位伫伊就是烧，嘿啊，毋知是倒位加拿大毋烧啊，毋是，知。原来是安尼，好好好，哦，哇，所好，以即只空气原来有歹诶时阵啊，就安尼看。嘛是啊，伊这嘿啊嘿啊，算足歹诶啊！你伫嘿啊咧做迄种空气实在是嘿啊，就哦。恶伫看的。嘿，若是你迄个情形，迄几工你若是出去外口，感觉着嘛是爱啊，挂喙安，嘿啊，对啊，敢有需要？哦，嘿啊，有嘿，需要你哦，即种嘿，诶，我看嘿，有人嘿，美国嘿，人主动甲你挂，嘿，因为你现在就是爱即看即款情形，嘿啊，才会心看甘着才惊情愿的死啊！挂喙安。嘿啊，啊伊嘿啊，这哪样毒气咧？啊嘿啊，啊，即种情形，美国人就心会甘情愿甲惊着啊！挂喙安的啊，啊你会知影其他。啊！你出去看规片啊！嘿啊嘿啊，其实迄是日哦，头足嘿，炎诶，日头照咧啊，嘿，所以变做黄色诶。嘿，啊，但是哇看袂着日塞！头啦，因为你出外嘿，口乌阴天。系啊系啊，哇塞，好好啊，毋过加在伊个已经过去啊吼，过啊，去几工啊，过去我讲，过去啊，对，差一礼好，拜。系啊加在，嗯，好，贵人吼，好好好，好贵人嘿，李李诶，棍泉，李棍泉，李李棍棍泉吼，还是应该是，棍蛇，嗯我毋知这是啥物对嘿啊，伊吼，看起来是第三条棍蛇，嗯，棍泉，嘿啊，都是棍，毋知，我哩有可能，棍蛇，嘿，毋知，好，啊，这无嘿啊，必要，好好名歹讲，好好，嘿啊，我过来人名双亏。杨亏，嘿，林林友福，林有福，嗯，嗯嗯17是随嗯，风，随风。哦，随风对对，诶，你知啊？随风贵人贵人随，瑞芳，诶，敢是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哦，是，就那个像讲随调唔对啦，风这个名，应该是第七声随，第七声嘿，随风，因为变调拢是变做第三声，对，嘿，应该是，随风，因为我知影这个所在，所以嗯，我就读伊嘿，的随吼，随好，对对，嗯，好，随风，嗯，嗯，是，对，随嗯，吼，可能嘿，是随风，嗯，三17，拍个人名读者杨忠。杨炯，嗯，杨知啦吼，杨吼，杨，三角埔，三角埔，诶。这三角埔甲沙丁埔毋是共一个所在，无共吼。应该三啊，角埔，三角埔是倒位？来查一个。三角埔较早会着诶，嗯，三角，我知影三角印、沙丁埔，毋知影三角埔。三角埔，新北市三角哦，埔，树林，树林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哦，原来树林，是安尼。嗯，但是应该是树林诶一个地名啦吼，毋是讲树林就哦，三角埔啦吼。哦，原来是。嗯好，了解。树林也是一片足大片啊吼，应该是，嘿，是，我应该是去一部分的所在，安尼一区。嘿我有看到汽车旅馆，我就足怀念诶。你即满咧怀念，要怀念，我咧怀念你安尼，台湾的汽你美国车旅馆。嘛是有啊嘛，甲你我所以讲台湾甲美国的敢有啥无共，有无共，啥完全无共。嘿摩天轮，嘿台湾的汽车文化，汽车旅馆的文化，你毋知哦？嘿，有敢若听过无？毋我讲啊，捌去过，嘿，毋捌去，嘿，你看吼，台哦湾的汽车哦，旅馆拢是嘿高级嘿，享受的啦。哦，原来是啊，竟然是啊，我是知影汽车旅馆拢是迄个有迄个，别人讲情侣去的，嘿，无一定吼。无一比如定哦，讲较早，我嘿含太太熟悉的时候，嘿。我嘛定带囡仔去，就是哦是哦，阮当做是嘿，一种嘿，休闲的所在，就是你看，因为哦内是哦，底哦，
内底就嘿，空间就宽哦内底当然嘿，最主要就是伊的夜景嘛，哦嗯，哦哦哦，安尼讲嘛，好好，有诶，较早有阮定定去嘿着谈一间伫遐唱歌，当 嘿，KTV 咧唱歌，购物，我我即马头摆知影汽车旅馆会使唱歌的，对啊对啊，迄伫家间己的房内底会使间内底，唱歌，嘿啊，敢袂吵着袂袂，别间隔壁当然伊个的人，隔音嘛做较好啦吼，隔音嘛做好，真好，就是伊个夜景啊吼，有诶，比如安尼，你当做泡购物。迄个哇，够洗风水、泡温泉，泡温泉，对啊，浸温泉，够看电视，泡温泉安尼看电视，袂歹呢。嘿啊，所以阮带安尼可敬，囡仔去，阮就是安尼袂输对啊，袂输温泉旅馆的，我袂输，绝对袂输的。这就是厉害。嘿，北部人就细嘿，间的。哦，好诶，好，原来我是安尼。我来我来我小你歹势啦，今仔日读书好，兼介绍这个，兼兼嘿啊，开讲，袂我就安尼怀念这真好。个台湾的汽车嘿，旅馆。呃嘿，即甲我印象中的汽车旅馆完全是无共的。诶，嘿啊，因为即嘛新的我毋知啦吼，因为我已经离开嘿嘿。台湾几十年啊吼，哦，新的嘿，我毋知啊。所以讲几十年前的汽车旅馆是一个享受的所在，安尼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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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基本嘛哦，完全是安尼，相信嘛是啊吼。应该嘛有啦，啊，毋过就是爱较高级迄款的，嘿，系啊，因为近几若年这就是有较，系啊，这间是阮较早我伫咧有啦，好，食头路，伫嘿，台湾食头路，阮同事介绍的吼。当然，我伫台北，迄阵伊伫台北的同事介绍的。但是我嘿嘿，捌来过一遍吼。哦，嘿嘿，这是汽车旅馆的房间哦，吼，房间哦，内底哦，豪华呢，房间内你底啊，你有房间内底就是，啊，一个毋过就游泳池，是较，哦，有一个游泳池，哇，就对了。哦，就厉害，嘿，是好好好。台中的汽车旅馆，哦，我相所以信上讲你嘛是捌去过迄间吼，就迄是你朋友间我捌去过，介绍的。嘿嘿嘿。哦，我捌好好，去来过一遍尔啦吼，这是哇，就台中的厉害。全台湾汽车嘿，旅馆上豪华的应该是台中哈。我去过足多哦，所在，汽车旅馆当然嘿，上好的是台中。哦哦，哦哦，真你看，正就系啊，所以哇，阮较早我嘿，就是定定拢会去汽车旅馆去等于去遐度假就对啦。当然，阮是袂当遐嘿，住啦，讲几点钟啊，2点钟、3点钟安尼。哦，啊，为什么无伫遐住？上有诶，贵着，想要踮遮，拄踮遮大一就真正足贵啊！休困是，诶，佫会使，就是踮遮嗯，休困者好，啊，嘿，泡者，拄则讲诶，咱嘿啊，做遮嘿，温泉啊，浸温泉哈，温嘿啊，泉嘿啊。嘿啊，嘿啊，所以讲，你看到敢袂去开钱去好好啊享受一个去过一暝，过嘿过年哦。过一个嘿啊过暝，无，过一暗，我少汉，嘿啊有啦，阮较早伫嘿咧新店伫北，毋是伫北，我讲毋对，新店嘿去食，比如讲我讲龙潭，或者是新店去食另外一间，我一时也讲袂出伫啥物所在。阮会嘿去遐过年，而且嘿，阮拢住喺总统套房上好。总统套房嘿啊，哇，嘿啊，嘿哇，嘿，嗯就是嘿足好诶，足好，好要来讲嘿足好诶，即个嘿，就好诶房间。诶，休困诶毋过好所在安尼。嘿啊，毋过看你迄个 Google 你遐秀诶迄个价钱，是讲美金67箍，嘛对啊对啊，毋是算，嘛无算是介贵呢。你若用美金算，当然嘛是袂太贵啊。毋是啦，我是讲即个价钱，就我知我知，是差不多台币台票大票2000箍，台六票2000箍过一暗，伊伫台湾即马诶旅馆算起来，已经算是较俗诶价钱啊。这应该无可能是2000箍会到我到过年啦，我咧有啦，哦哦，因为所以讲伊伊敢若伊休困，迄个价钱有可能休困的钱尔。伊敢若休哦，困嘿，2点钟、三对对对，点钟都爱1000外箍啊！你哪可能过年互你？哦，无怪我就想讲，若是过嗯，暝啊2000箍啊，算是介俗啊。无哦，可能吼。原来敢若休困尔，啊，安嗯，尼就讲会。
这好好。这毋捌去过的，敢若500几张，这可能是新的啊，看觅。啊，就厉无这害。较细间啦，六捆嘛七袂介细美金间啊，去七十大间啊，五块，嘿呀，去大间嘿呀，啊，嘿呀，就厉害呢。嘿，哦，嘿呀，我拢想所要去，拢去大看卖。所以你若有机会去嘿呀，台台中，中嘿呀，嘿呀，啊，你去就去找一台中会使间啊，较去看卖。你就去找一嘿，间啊较新的汽车旅馆去来，你先，哦，你莫先嘿，讲要大，你先去遐休叫困两点钟，看你有介意无？你若真正有介哦，意，你再甲大啊，毋过，啦。哦，是啊，毋过嘿就是不困2点钟就会想讲2点钟伤短啊。其实内底嘿啊，无啥物空间，因为就是嘿，房间啊、浴间啊安啊，尼。夜景啊，啊，互你较大间的，哦，拄则讲迄浴间啊变做一嘿，个游泳池安尼。哦，你讲要当咧就厉害，规嘿，工看电视，你嘛挡袂牢啊。对，所以嘛干那是啊，休困是使啦，你当然规工吼，讲实在，我哪讲会到？啊，嘿啊，啊，哦，厉害呢，我是诚大嘿，间，比如讲迄足大间的遮吼，真正你若要当咧规工嘛是会使啦。哦，哈，爱有钱啊，钱诶，若是够，爱住偌久拢会使。啊，阮较早伫嗯，台中，阮定拢来即间。哦，倒一和风，嘿，哦，和风新天地，台中南诶，等屯，嘿，和风，我是这个和哦，我无啥会记哦，伊。哦，嘛有可能因有改名，毋对，是台中。犯会晓，哦，也是迄个和风新天地伫台中嘿，诶，对，应该是啊，这。嘿，哦，遮久啊吼，嗯，无倒去，算但是伫倒去啊，咱无看，嗯，系啊，伫倒位？毋知伫倒。地址是无毋对啦，就是系啊，大屯这，系啊，因为来看，系啊，我看迄个相片，也是虾米，也是介绍。遮伫遮啦吼，伫遮，哦，对对对，嘿，嗯，嗯，伊无写我就是嘿，嘿啊，啊，四百嗯张，嗯，伊其实就是即个房间安尼，啊，即个电视墙仔后壁是嘿，浴间啊安尼。哦，我去过最嘿，最看起来嘛是最袂歹啊，嗯，嘿，啊，哦哦伊哦哦哦，其实是叫日本式的啊，阮较嘿早啊嘿啊去拢是日本嘿啊，式的迄种，无怪叫这个嗯，和风，嘿啊，就是迄什么瓦湖吼，就是日本味较重，嘿啊嘿啊，但是伊即嘛咧哇塞，改过啊，所以我即嘛拢感觉无诶，迄个日本味啊。哦，嘿啊，诶，迄个浴缸台语要安怎讲？浴槽啊，浴槽啊，副路嘿，径，或者是富路经，浴嘿。槽啊啦，嘿，叶组啊，嘿嘿，就是 你讲是 best 迄个，up，迄个因遐几若款的叶组啊，拢是足舒适、足大、足舒适的，嘿嘿，嗯，以前拢应该是拢改过啊，哦，嘿啊，呃，拢现代化吼，拢有改装好过啊，因为我看嘿啊嘿啊，较早无即种遮尔看的，嘿拢是嘿较优秀啊，啊，即嘛看嘿咧，嘿啊，这个真大嗯豪华，毋知影要安怎讲，真大嗯舒适安尼，嗯，嗯，OK，好，我你知影者，你毋知就甲你介绍者，好好，诶，已经叶组啊，十一点了，嘿，歹势，哦，十哈哈一点了，哈哈，嘿，不要紧啊，拄则这是是为什么讲遮？真趣味。哦，讲到即哦，个讲到嗰个随风三角随风包嘿树林嘛，啊，拄则三角包，伫嘿地图看是是，了汽车旅馆，再甲你讲者。系啊系啊，比如讲，我拄则讲，阮定来去龙潭有一间，迄是嘿阮大学同窗咧甲我介绍诶。嘿我一个大学同窗，伊嘛是最爱去汽车旅馆的。伊讲，嘿嘿，即间你会当去。我拄则讲唱歌就是伫这龙潭即间啊。啊，伊诶名足趣味的，叫做红情，红情。红情，嘿，啊，敢是食阮即嘛已迄个经，红，啊，就是食你食会使食迄个红情，迄个红，毋对，就是迄个。哦，真好，啊，但是呢，即嘛我已嘿经，阮后来都毋捌去啊，因为伊后来哦嘿就是无保养啦，无你哦，就老愈来愈旧迄个烂，就是是愈来愈烂啊，愈来愈迄个啊，愈改愈咸，阮都感觉都毋哦，嘿是。都嘿嘿
啊，你看伫内底会知唱歌嘛，所以较早我就讲，较早阮父母伫来讲，搁有卡拉 当做去 OK，当做去 KTV，搁兼嘿，温泉旅馆，很好啊。应该是伫系啊可以，系啊，真正是遮伊可能遮改享受，也改名，是改名，也是嘿，也是啊我互人买去啊，拢嘿，有可能吼，伫迄当阵已经感觉已经袂使，阮就无去啊，吼，应该是嘿啊，一定若照即种办势来，绝对是愈来愈害啊，所以一定是收起来啊，可能是一件嗯，好嘿啊，事吼，嘿啊，有可能，连嘿，命都无去啊。嘿啊，这无啥好介绍，因为我除了台中会当甲你推荐以外，其他的所在拢要怎讲参考一下就好了。因为绝对迄个豪华的程度和台中拢袂比。好好，哦三角埔啦嗯，吼，三角包，佮50，佮后手佮30-40位啦。啊，好好好，咱看迄个所在有啥物甲你介绍，我都甲你嘿啊，嘿，介绍吼。好啦，咱嗯今日读到遮啦吼。嗯，好，好，读到三角包好，大概这个后礼三角埔吼，拜继续，这个是好，128啊，三角埔128页的第三角埔是第几？第十第十八，18好，18三角埔好，安尼到遮吼。